讲道伫上帝面前一生的欢喜，咱请庄牧师。亲爱的大家平安。阿嬷，今仔日个礼拜，牧师要送你一个圣诞礼物，就是愿上帝，互你一生伫伊的面前来欢喜。你是做你的囡仔的阿嬷、阿孙、干阿孙的阿祖，但是上帝今仔日要做你天顶的阿爸天父。虽然你年纪已经真大，你肉体的父母已经离开，但是今仔日的洗礼，上帝要做你的阿爸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今仔日的礼拜有3个人。足特别的，因拢有因的生命的故事，恁也慢慢甲因熟悉，甲因交陪。所听兄弟姊妹，牧师今仔日邀请咱做伙来食青草。圣餐其实就是咱的属灵的宴席。愿上帝祝福恁大家，无一个人例外，包括四庄。上帝祝福咱大家，咱一生伫上帝的面前欢喜快乐。阿们吗？愿上帝将这个恩惠、喜乐的灵赏赐予咱大大细细。今仔日是一个祈祷，今仔日是一个准备。咱毋是要准备后礼拜的圣诞大餐，咱是要准备在咱的一生中间，专心伫上帝的手中来领受喜乐甲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外面的主，阮做伙组织伫这个圣殿内，阮就亲像你所欢喜祝福的囝儿查某囝，今仔日阮来到你施恩座前，阮要甲阿爸天父你，阮要做伙来享受这个属灵的宴席。主啊，伫今仔日有你所欢喜的3个你的囝儿查某囝，今仔日因要洗礼，进入你的家庭，来称你做阿爸天父。主啊，我相信伫天顶你的天使，嘛为着这个荣耀的时刻来欢喜。主，阮有人相信，有人后信，总是无论前先后，阮拢要伫主你的面前一生欢喜快乐。主，愿你照你家己圣经的话来，互听的人来得到祝福。阮伫你的面前用渴慕的心，恳求你施恩赐福阮所有的亲人，所有阮的朋友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愿主甲阮三个地地，祈祷我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领洗礼是一个真大的福分，因为咱伫世间拢咧找幸福，甚至咱伫人生中间拢咧找一个会通倚靠的生命，会通认上帝做阿爸天父，是一生足欢喜的代志。嘛毋是安尼尔，天顶的上帝，既然看到人来到伊的面前，用欢喜的心甲伊讲：“阿爸天父，这个上帝。”伊就欢喜。顶礼拜咱咧讲找到回家的路，咧讲起浪子的故事。咱在座，咱每一个人，上帝永远伫咱的身边来听候咱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毋免丢丢，欢欢喜喜。这个宗教毋是一种的道理，这个宗教是一种活命得到祝福的开始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看见耶稣。刘一鸣，谢谢你今仔日所讲的圣歌对所念这条诗歌，遇见你，遇见上帝，遇见耶稣。咱的人生的道路拢咧找一个人生的谈判。少年人咧找未来丈夫、未来妇人人，咱咧找伫咱人生中间的贵人，咱咧找咱人生中间生命的标杆方向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若找到上帝。咱就找到咱生命的光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咱伫伊的面前，伸出双手讲：主，求你祝福我。今仔咱所读的圣经诗篇，伊讲着一生伫上帝的面前欢喜快乐。这是一个刻薄。3000年前有一个人，伊叫做大卫，伊对伊的心中安尼宣告讲。家在，我看到我的阿爸的上帝，伊是我一生的祝福。
今日咱所读的歌罗西第1章第1节到28节，其实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对你若愿意，用祈祷的心重新读，因为伫迄个中间咧讲起有一种的幸福，迄个幸福就是对天顶来的幸福。今仔日咱所读的25节到28节，并无讲到天上来的祝福，但是伊讲到一种充满了荣耀的盼望，阳光的愿望。迄个阳光就亲像即个圣诞灯，点点点。日时看无啥清楚，暗时足光。伊咧讲起荣耀的盼望的意思，就亲像圣诞灯，伊发光，迄个光荣耀。但即个字真正意思是讲指明，意思就是耶稣就是咱生命中间阳光的愿望，耶稣就是咱的愿望。伊讲阳光迄个光的意思就是，甲咱讲互清楚，甲咱报明，甲咱指示。伊真正即个阳光的字根伫原文，伫希腊文的原文，伊的意思就是，甲咱报一条路，耶稣就是这条愿望的路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恁明白今仔日个圣经，伊毋是假释，伊是一个祝福，伊是一个应允，伊嘛是一个邀请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对圣诞灯看到耶稣，你讲哦，这喊圣诞灯要变做耶稣，毋是。伫咱的祈祷的中间，礼拜堂的十字架，所有的布置，拢要互咱看见。上帝所赏赐咱对天顶来的福气，充满阳光的愿望。愿咱头有上帝的话，今仔日个主题上重要，咧讲起人生中间一个真要紧的功课，就是注神看耶稣，就是讲目睭贴金，斟酌看，认真看，一生爱专心。愿天父上帝伊将伊阳光向咱显明。当咱一生愿意甲上帝讲，上帝我独独一生要敬拜你，敬奉耶和华伫你的面前。所以今仔日个圣经，包括新约、旧约、金句啊，甲启应文，拢是结连做伙，拢咧讲起。当咱啊敬奉耶和华，专心来跟对这个上帝，咱的一生要充满实在，阁有一条平安的道路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斟酌来听圣经所予咱的话，是一个应允。对天顶来祝福，是一个充满荣耀的愿望，毋是假清盈，毋是这个世间的物质，大赢过这个，毋是干那假清盈啦。因为假清盈真紧就过，但是上帝所予咱的愿望是到行行顺顺，是一个可长可久，是一个久长的。你相信吗？我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存出上手的事，主将这个无人会当甲咱抢去，独独就是要予咱的，对咱到咱的行行顺顺。主帮助咱，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咱讲3个功课。第一个功课，你若要享受信仰，你就要专心追求信仰。咱若要享受对天来祝福，咱就要眼目来看。看荣耀的上帝。第二，伫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的，耶稣就是迄个荣耀的光，就是迄个荣耀的愿望。就亲像这3支的蜡条、4支的蜡条、5支的蜡条，伊毋是干那一个习惯，这是一个2000年来教会传统。为什么咱点到这5支蜡条？因为每一支蜡条拢代表一个祈祷，每一支蜡条拢代表一个心愿。最后这个迄个紫色的这个蜡条，就是代表所有一切福气的源头，就是耶稣。第三，今仔日个圣经咧讲起做父母的人、做牧师的人、做中级的人，爱将上帝的话传互交臂。我阁讲一摆，咱做父母的人爱带咱的囡仔来看见因人生的愿望。今仔圣经25节到28节讲。保罗讲：“我做新约的执事，恁做上帝的囝儿，恁做恁的囡仔的父母，咱都爱将上帝的话传互交臂。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，将咱的囡仔实实在在、完完全全带到上帝的面前，这是教会的责任。
所以亲爱的姊妹，你的囡仔若放荡，袂使怪牧师，因为我相信我伫这30几年中间，我拢实实在在甲恁讲，当然嘛袂使怪恁，因为每一个囡仔拢有伊的主张，拢有伊的个性。但兄弟姊妹毋通放弃愿望，着趁咱的囡仔要会当教的时，流目屎也好，欢喜也好，爱教你的囡仔，互上帝阳光的愿望超过这假清用，深深吸引恁的囡仔，甘愿为着某一种的理想，某一种的热情，一生颂扬也好，但是欢喜甘愿。主帮助咱伫咱今日这个礼拜中间，头一个咱来学习一个叫做注目、专注，英语叫做 focus， 焦点啦。愈好的电视吼，伊的解析度愈安那，愈有对无？所以买到较贵的电视，你会发现讲，伊所放出来所有影片、所有影像，互咱看到足清清楚楚。兄弟姊妹，咱要信耶稣，都要清楚，咱都要真正用属灵的目睭来看耶稣。所以今日这个圣经诗篇68篇第3节讲，独独只有义人要欢欢喜喜伫上帝的面前欢喜快乐。诗篇16篇讲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肉体安然徛起。今日这个启应文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肉体一生要安然徛起。愿这个祝福甲恁三甲地地，无欠亏，实实在在。愿天父上帝，咱伫伊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，对今仔日到永远。佑轩、心灵、阿嬷，今仔恁三个人要做伙过生日，今仔日对恁来讲是一个新的生日。恁要足神圣来徛伫礼拜堂的头前，恁要伫这个所在来面对看袂到的上帝。愿恁对这个时刻徛伫上帝面前，到恁一生到永永远远。愿主将这种的福气放伫咱的面前。特别伫伊拄则这个诗篇，伊讲伫上帝的面前68篇第3节，伫上帝的面前一生欢喜快乐。伊个另外一段伫伊的诗篇16篇第8节，伊讲：我将耶和华放伫我的内心。意思就是将上帝摆伫我生命中间上重要的地位。伊比我的父母更加重要，伊比我的丈夫更加重要，伊比我的负责人更加重要。耶稣伫阮的家族中间，伊上帝伫阮的家族中间，伊是绝对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基督教毋是无有效、无亲情的宗教，毋是。基督教所追求的就是上帝超过所有的友情、人情、亲情，但是也独独这个上帝会当满足人的亲情甲友情，真奇妙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爱学习这个专心。这学生囡仔若无专心，伊真困难有真好的成绩。你敢同意？那正经咧爱读册、爱上课时阵，拢会拄久，醒起来的时阵，老师拢无伫咧啊！哇，惨啊！兄弟姊妹，咱的一生需要有一个专心。圣经讲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，这个专注就是这个意思。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咱的一生的生命中间，什么时阵做什么种的代志，该佚佗的时阵疯疯狂狂佚佗，该读册的时阵认认真真读册，唔通变怪倒变。该认真的时阵疯疯狂狂来佚佗，该佚佗的时阵又搁惊死，放不开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有智慧，会当伫上帝的面前来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赐。哥罗西第1章第28节讲，耶稣将咱完完全全操到上帝的面前。耶稣来到这个世间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要带咱回家。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上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要带咱行这条幸福的道路。所以伊才讲，我就是真理、活命道路。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是要带咱行一条真有意思、生命的道路。人的人生不在长短，
人的人生在伫你人生道路顶悬，迄种的享受，迄种的存在价值，主帮助咱。拄则我会甲恁讲一个唯一的一个查某囡仔伊的故事。伊才活34岁，后来死伫肺结核病，但这个人互耶稣的疼蒙着，伊完完全全将伊一生交给耶稣。所以后来伊写一本册叫做《等候的哲学》，其实来讲就是讲等候的信仰观念。这个人伊学了一个真重要、专注甲听候的功课。但是我讲伊的话，恁会讲阿们。你会发现讲啊，原来我甲伊过去所拄着迄种的愚蠢同款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醒起来听到圣神的声，通过圣经，圣神解说互咱听。伫今仔日礼拜所读的每一句的圣经，读入心，因为这段的圣经咧，甲咱讲耶稣来，将上帝的疼深深放伫咱的内底，长阔关心。丰丰富富运行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主帮助咱。唯一伊伫29岁时，伊34岁过身死伫肺结核。这个人是一个足有智慧的查某囡仔。你来看，伫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啦，真有人道主义真追求理想的将来的一个查某囡仔。一生为着社会的幸福，甲欧洲的这个经济，要活伫一个社会主义的中间，有足有主张的一个查某囡仔。伊伫29岁去互耶稣蒙着，伊讲一句话，伊讲耶稣对天顶落来 ，Christ Himself come down， 就是耶稣对天顶落来，伊安那，伊完完全全的占有我。耶稣对天顶落来，他得着了我的。伊用伊的疼来蒙着我，所以我伫耶稣的面前完全的降服，我将我的一生来交予伊。所以听的姊妹，伊伫迄个等候的哲学内底讲一句话，伊讲人真着高啦，人伫咧听话时真成功，也未听了就紧紧做一个下一个结论。你有感觉你是安尼吗？我感觉我嘛是安尼，我一直咧学倾听人的功课，因为牧师有一个工作就是陪伴人啊。但是有时我听我身边的人咧讲话，我未讲了，我就想要互伊建议，我就想要甲伊打断伊咧讲什么话。这你有感觉安尼吗？有，咱逐个人拢安尼。咱常常打断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也未讲了，咱就已经有一个主观了。伊讲人常常因为思想来断章取义，第到咱就受阻挡，听袂到真理的声。这句话何等的宝贝呢？一个34岁的查某囡仔无结婚，后来真少年就死伫肺结核，但是伊的话，伊的日记。影响欧洲真侪人，包括一个足出名的信仰的老师，叫做卢云。卢云差不多人讲伊是20世纪尾足出名的心灵导师。卢云伫伊的人生的日记中间嘛留一句话，这句话就是我伫卢云的日记内底读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唯一讲，咱应该要学习专心。专心的意思就是将你内底真侪遐个主观固执，该刷一边。专心就是伫上帝的面前，将咱内底主观固执，该抽出来，该撇脱角。圣经讲须知，咱若要啉清气的水，都要摕清气的杯仔来滴。咱若免了受上帝祝福，咱来甲咱内底固执，咱要紧张。成功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老主耶稣陪伴咱，咱就有安静的心，你相信吗？愿这个主耶稣来到你的人生中间，互你常常有安然听候、自信专心。上帝对今日开始帮助咱听的功课、听候的功课、看见的功课，主帮助咱。所以唯一伊讲。伫人生中间上重要的礼物，就是静静听
静静听候。所听的弟姊妹，伫咱拄着艰难困苦，咱的祈祷，咱拢甲上帝讲变魔术。我若祈祷了后面，所有拢过去，毋是安尼。有时伫听候中间，咱才发现，上帝加添咱迄个荣耀的开力，互咱有能力去解决问题，毋是问题离开，是互咱有能力去解决问题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第二，所听的姊妹，圣诞节的主题毋是圣诞老公公，圣诞节的主角毋是圣诞老公公，圣诞节的幸福嘛毋是圣诞礼物。我的意思是讲，迄个包装纸包起来遐物件，兄弟姊妹，恁讲呢？真正的圣诞节的主角是啥物人？真正的圣诞礼物，宝贝圣诞礼物是什么？会当改变咱一生的，世间逐项拢会改变，独独上帝无改变。昨日问到你的是心灵，一个20岁的囡仔，遮尔有智慧。伊讲我发现人生中间有时拄着艰难，拄着大风大浪，可能乌天暗地，啥物拢无去啊。但是后来我才感觉，啥物拢会变，但是上帝永远未改变。心灵，上帝听你，牧师也深深爱你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每一个人，咱知咱的愿望是上帝所予咱，阿免吗？咱伫上帝面前甲伊讲，感谢你，因为对天顶来的愿望就是主耶稣。歌罗西第1章第5节。今仔咱的书会无读这节，因为咱礼拜时牧师拢会聚焦在迄个主题经文。歌罗西第1章第5节，伊讲去，独独所想属恁的是对天顶来的，这个愿望恁已经听见。这个愿望有写伫圣经中间，这个愿望伫牧师的讲座捌讲过。这个愿望，这个信息，不断伫咱的人生中间咧互相分享。第27节讲，上帝愿因你知影这个奥妙，每一摆安静的灵修、读圣经、听讲道，目的就是要明白迄个奥妙。是咱的目睭袂捌看，耳孔袂捌听，连想象嘛想象袂到的迄个奥妙，迄就是荣耀的愿望。上帝互咱看见迄个荣耀的愿望了后，咱就无搁再烦恼看路，今仔要食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，因为迄是一个今仔日遮的俗世的生活的人所咧追求的。咱开始追求一个，就是我的生命中间要安怎真做一个，互人学老、有尊严、有品格。我会当做一个较有意义的代志，我一生会当做一项，上少做一摆憨人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荣耀的愿望显示给咱。和合本的圣经讲，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我再读一摆，耶稣基督伫恁的心内真做荣耀的愿望。其实伊的原文不是成了，是是，耶稣就是这个愿望，而且这个愿望是什么种的愿望？是荣耀的愿望。荣耀这个字原本是圣经，伊是用希腊文写的。第一摆写出来是用希腊文，伊叫做 doxa。doxa 这个字，伊原本的字根啊，就是显明出来。就亲像圣诞灯，你点个插落了，是，伊将咱的视觉。互咱温暖，互咱的感觉，气氛袂歹。这个荣耀就是报名甲解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对目睭刻刻，圣心帮助咱，圣心望着咱的心，就亲像伊望着唯一。圣心互伊对心中完完全全将伊生命交予主耶稣，因为伊互耶稣的疼。所望着，耶稣要互咱明白，什么是真正的愿望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愿望是圣经中间上重要的主题。愿望是圣经中间足宝贝的一个主题。
伊有足粗浅的，正清用，但是伊嘛有真悬的、真深的迄种的意义，就是人生在世，当行何事为美？人一生生活，着做什么是好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祷告。我细汉的时阵亲像囡仔，讲话亲像囡仔，性情亲像囡仔，思想亲像囡仔，但是我渐渐有社会经验，年纪渐渐加添，处理互我成做一个有慧的人，就是要有慧的智慧。我成做有年纪的人，就是我要成做一个有这个年纪的人应该有的这种的成熟、稳定甲智慧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学习思考。伫咱人生中间，有的是真粗浅，但是有的愿望是当咱离开了后，迄个愿望甲咱的所做，还阁活伫人的中间，就亲像唯一。伊虽然人生34岁，但是伊的生命、伊的日记、伊的思想，还阁咧影响人。主帮助咱。伫今仔日的第二个祈祷，咱甲主耶稣讲：主求你的圣性，就主耶稣，你搁我的灵。今仔日咱启应文中间读到一篇，是我以前上来无介容易了解。伊讲：你互你性的无拄着朽烂，4篇16篇，互你性的无拄着朽烂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当然，这是一个形容词，讲那是属伫上帝的圣者、神圣的使者。伊虽然死，伊嘛袂朽烂。现在你敢知即句话是伫耶稣出世的1000年前所讲？耶稣伫1000年后来定死伫十字架死3日，发生这样代志，伊的肉体无朽烂。恁有了解这个经文的宝贝吗？1000年前，上帝就已经通过大笔。伫伊的感动中间讲，将来上帝圣的使者，伊毋知影一个人的名叫做耶稣，但是耶稣上帝的圣羊羔，伊无拄着朽烂。所听的弟兄们，这叫做荣耀的愿望，这叫做荣耀的活命，这叫做永远的活命。咱的信，咱的追求，就是这种的意思。主帮助咱，愿主耶稣基督将这个美好的愿望，伫今仔日活生生的圣诞礼物赏赐予咱。主帮助咱，所以牧师要鼓励咱做父母的人，上帝大大赏赐你影响力。对什么人？对你的囡仔，你爱吗？愿上帝祝福恁，成做一个对你的孙仔、对你的囝儿有影响力的父母。用什么？毋是用定调啦，是用上帝的话甲上帝所赏赐伫你手中的恩典。今仔日的圣经歌罗西第1章25节到28节，伊讲着将你的囡仔完完全全带到上帝面前。或者爱将这样事放伫你的肩胛头，咱一生最重要的使命，就是教咱的囡仔做人。阿们嘛，开啊细声咧！你不爱教你的囡仔做上帝所祝福的囡仔吗？摇头，你讲阿们啦！哦，我知恁的意思是什么是阿们，但是恁专心咧想这个话，感谢主。主伫今仔日对咱讲话，今仔圣经第25节伊讲，将上帝的道理学习交备。做基督徒唔通做迄种野香对拜，无枪无错。咱做基督徒，咱就要清楚知影上帝将迄个完全的话，即句话讲上帝完全的道理，这个字叫做 logos， 就是上帝完全的话，伊赏赐予咱。伫西方的世界，这个字后来真做通俗的，叫做学问智慧啦 ，philosophy。theology， 所有的学科后边那加 log 的 ，log， 就是某一种的学科，意思就是逻辑思想。某一种领域、某一种领域的中间的智慧大师，就是上帝的话。
所以兄弟姊妹，这话自古以来稳重，但是好敬畏上帝的人就参透，就明白，就得着。主帮助咱，教会上重要的责任就是带人看见愿望。教会上重要的使命就是得时不得时，拢将上帝的话清清楚楚讲给人听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的教会，也祝福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将恁的囡仔带到上帝面前，不是带到你家己的面前，用上帝的形象表明给你的囡仔看，不是用嘴，是用你的生命来表明给你的囡仔知影。上帝荣耀在咱的中间。所以，教会最重要的品格使命，就是带咱的囡仔认捌主耶稣。阿们嘛。咱咧庆祝的时阵，庆祝圣诞节时，有圣诞老公公，但是没有耶稣，安尼咧创啥？但是只要有耶稣，没有圣诞老公公，这才是真正的圣诞节。耶稣听恁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亲像今仔日圣经诗篇68篇，伊讲专心伫主的面前，一生欢喜快乐。阿嬷上帝祝福你，阿嬷身边的所有今仔日来陪阿嬷洗礼的所有的亲人，上帝祝福恁一生，恁的家族有用不了的疼，有完全的幸福。咱做伙来祈祷。我们爱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为着这个神圣的圣诞节来感谢、来贺乐。伫今仔日，我们要用一个欢喜、洗礼的事来欢迎今仔日要真做你宝贝查某囝的阿嬷，做你的囝儿的幼轩，做你的查某囝的新人。主祝福因，主嘛祝福这间教会是一间，互主耶稣完完全全充满的教会，我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